各位兄弟平安。那我们礼拜日要开始吼，请大家安静心来，小等要来准备敬拜上帝。请来担心来敬拜上帝，请走啊，会倒。妖花是谁会架卡伫你的步边？是谁会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所行正直、所做公义、心内讲诚实的人。即时要请敬拜团来带咱来阿罗上帝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上帝的殿里敬拜。这时候，让我们可以方便的话，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向神来献上我们嘴唇的果子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可以一同抬手来敬拜。劫财中的星星，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，可以跨越困难。信心的祷告，神都听见，大声地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借财中的信心，借财中的信心，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，可以跨越困难。信心的祷告，神都听见，大声地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柔弱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应许不论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恩。从头再唱一次。劫财中的信心，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，跨越困难。信心的祷告，神都听见，大声地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在你没有
在主没有难成的事，愿我们更多信心交托他，渴慕他，爱慕他，在他，渴慕他，与他一起同行。我们一起继续用祷告的心来敬拜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耶稣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耶稣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的呼寻求你，主啊，我的呼寻求你，主啊，我的呼寻求你。请我们持续站立。请咱犹原徛伫，担心来念新的诫命，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咱坐下来念，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请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进来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这是咱担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也是大全能永活的上帝。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，阮经过一礼拜的平安甲顺利。
伫这神的主日，逐日要做伙，伫你的圣殿，要用吟诗、乌乐来感谢你，恳求圣神降临阮的同在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使专心虔诚来敬拜。全能的上帝，求你怜悯阮，救阮脱离遮罪的偷绑，伫你的听内面，咱有仰望，无毋生活中拄着忧伤、痛苦、流目屎的事，你拢会用你的话来安慰阮，互阮有力量，无惊吓。我要将你的话记在阮的心中，诚做生活中随时的帮助。咱教会中有身体欠安、行动不便、伫病院的人，求主医治因，互因得到健康；有人厝外出国，求主赐因平安。也为着本教会会使行做一个有见证、温德满满的活命教会，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。这是愿主的圣灵愿到咱的心中，互你的话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，互听的讲的，拢会得到利益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要请信大队来带咱来学罗上帝。
其实咱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我来读。哈加利亚的囝尼希米的记录，当20年，基书老话，我伫苏珊的王宫。迄时，我的兄弟一人名叫哈拿利，甲几若个犹太人来，我对因问到遐个逃脱的犹太人，就是狩猎中间所剩的，甲耶路撒冷的事情。伊甲我讲，遐个狩猎者倒来所剩留伫的人，伫心内拄着大患难，受凌辱。搁耶路撒冷的城城拆火，城门互火烧落去。听见这个话，就坐伫地口悲哀几若日，竟是祈祷伫天顶的上帝面前讲：天顶的上帝耶和华，至大听敬畏的上帝啊！守约行仁爱伫听恁。尊叹你的诫命的，我当求你，愿你耳孔听，目睭看，听你的奴仆记得你眠，为你的奴仆以色列人来祈祷，伫你的面前的祈祷。令以色列人的罪，就是阮所得罪你的，我甲我的老爸家拢有罪。第7节，阮对你所行。正在毁败，无遵守你托你的奴仆摩西所命令的诫命、律例、法度。求你记着你所命令你的奴仆摩西的话，讲：你若犯罪，我就要四散恁伫列国中。总是恁若规伫我，守我诫命来行伊，着恁受赶逐的人，虽然伫天边。我也对遐自治因，带因到我所减要安置我名的所在以上。只是要请带长老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爱兄弟的心。你好，这平安。今日真欢喜看到你，虽然讲天气、讲气象、讲今仔开始会冷起来吼，总是我嘛看到恁的心会热起来，嘿。完全无共款。今日伫咱即个所在，咱真欢喜。恁牧师今日搁伫咱中间，啊，定咱要请伊来，甲咱祝祷，我来想这祝福足大个。咱今日真欢喜吼，有迄个贝如的同学简颖修小姐吼，姐妹。姐妹就弟兄，嘿，简颖修弟兄，好了，平安，台语你听有无？台语敢听？大家听啦吼，多谢你，好佳哉，毋要我讲英语，英语我大家搁请人来做翻译。啊，咱也真欢喜吼，咱今日圣乐队一般拢唱足好，上好就是拢最后献诗去电台上认真唱了上好。今日特别搁较好点无啊？今日有一个留学去法国加瑞典留学真久，终于回家了的人。慧玲终于回家了。今日咱要对尼希米开始来想，咱也特别听到尼希米的时阵，咱会先受到尼希米的祈祷。那听尼希米的时阵，就受到尼希米的时代地圣人咧起做时阵，对所罗巴伯、以斯拉到尼希米。那讲尼希米记的时阵，就叫以斯拉记三甲做伙来读。总是咱今日，他好像不理我哈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就理我。因为对尼希米的时阵，咱互相来想，尼希米这个人真趣味，咱对伊的疼心三甲来学习。伊安怎疼兄弟，伊安怎疼伊的民族，伊安怎疼伊遮个敬拜主的人。恁即摆课本毋知有无吼？即摆是多音教学吼。我迄阵来课本一个叫做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这历史记述大家拢有印象嘛吼。关公过五关斩六将。所以是关公去掠去到曹操的营寨时阵，伊讲吼，我若知影老毕的消息，我就绝对要对找刘备。啊，你得稳住我对，
曹操足爱财吼，伊是讲啊刘备无一定找有，啊有可能我对伊较好咧，啊伊就会转投到我曹营，成做我动用的器具。结果一个关公听到刘备伫咧预守的所在，伊虽然甲曹操讲真实的，我遵守我的约束，我要去找刘备。开始咱就看到咧过五关斩六将的代志。尼米嘛是共款啊，尼米毋是初代基督徒，总是尼米是伫巴比伦所出世。尼米毋是伫耶路撒冷出世，伊毋是本来就伫耶路撒冷做伙，伊所出世的环境的中间所崇拜所大家三甲做伙，拢是外邦人啊。拜拢是无共款的神啊，所遵守的拢是无共款的。总是尼米安怎？身在曹营心在汉。尼米伊的心完全我靠伫耶路撒冷，伊的心完全甲伊的百姓三甲做伙。所以讲，尼米记第1章第10的时阵，就甲咱讲，我伫苏珊的城中啊。苏珊是苏当时波斯帝国中间4大首都，伊是国王伫苏珊呐。伫苏珊即个城的中间，伊是伫苏珊听到即个代志，伊讲安怎呢？我伫一个兄弟哈拉尼伊对犹太国倒来时，我是甲问讲，耶路撒冷这犹太即摆安怎？伊随甲问呢，咱普通的时阵是讲，这跟我有关系，我出世也无伫遮，我出世就是伫即个巴比伦的所在，我出世就过着足安逸的生活。咱台湾即嘛共款的吼，我记阮细汉的时阵吼，要杀猪拔毛的，放工到处去。即阵呢，出事的时阵吼，就咱足平稳、足安全。即阵的时阵，就开始有影音。即阵要讲话，咱即阵会使徛到总统府面前骂蔡英文，当然无好人啦。咱嘛会当徛到俄罗斯的面前骂蔡英文。总是相对咱接触一个遮自由的世界时阵，你要看尼米无呢？伊个兄弟哈拉尼去到耶路撒冷倒来时，伊是咁讲，耶路撒冷即马安怎啦？心完全伫耶路撒冷所在，这乡里多的人吼，村内有算安怎？伊所罗巴伯已经带一对以撒、对巴萨加所罗巴，要个所罗巴伯，因已经带一群人过伫耶路撒冷啊，伫遐咧起圣殿。咱所谓第2圣殿，第1圣殿是所罗门王。咧起第2圣殿时，伊讲村里遮个人吼，伫耶路撒冷到底过了安怎啦？到底遮个人生做安怎啦？有一日咱离开中兴教会时阵，咱毋讲阮中兴教会遮个姊妹有安怎无？迄个流浪伫法国行迄个瑞典的迄个会场，毋知有安怎无啦？会场听讲你资料袂歹食呢吼。这有影较实有影。所以上帝是咱的心，将伊三个做伙。就我心啊，特别要来到礼拜以前，毋是干到礼拜尔，我心甲咱兄弟差不多三个拢会当做伙。会想到恁，因为顶礼拜讲，谢美兄弟讲，就大干白祝福食，我讲我都无食着。伊就讲，咱这兄弟到底安怎无？咱的心会想到。所以我伫传主甲咱讲，咱咧会受到咱歹人会受到欺负啦，会受到无公义的啦。所以传道书的时阵，佮特别有甲咱讲你同欺负无关系，有一个更悬的位，更至悬的位，会替你平反这个事啦。所以伊伫迄个所在，虽然讲伫阿达西西用的时阵，伫普世代遮尔伟大的所在。总是对尼米来讲，你搁较偌伟大，嘛会评判我的老爸的上帝，我的先祖的上帝，我犹太人的上帝，伊要我搁较大。所以伊心完全跟三个做伙啦。咱看这历史的记载中间，对所罗巴伯开始伫遐起圣殿，当然所罗巴伯圣殿吼，甲第1圣殿无共款是伊有加一个走廊出来。所罗巴伯起圣殿的时阵吼，受足大的挑扰，受足大的威胁。咱咧讲所罗巴伯是较君王的好诶，然后以斯拉开始伫迄个所在，教遮个百姓教上帝律例，因为因伫去用掠去到巴比伦所在，伊一直袂记你讲伊先祖耶和华上帝安怎咧甲因教示，上帝改命，上帝律例是做安怎？咱问一个问题啊，上帝若照做囡仔，都莫甲袂博就好啊。
啊，他就互安尼掠去到迄个所在，互伊无一个国家，啊，就讲叫恁爱来追求上帝咧。安尼上帝毋是真无理，但上帝有各种方法。伫各种方法时阵，其实伊去互掠到巴比伦，上帝嘛是要伫迄个所在，互以色列人、互犹太人，搁再一摆反省。恁爱轻调伫上帝，所以因着以斯拉去伫迄个所在，甲因教这个律例。第一圣殿到第二圣殿，咱来看圣经记载，几冬70年，足趣味的吼。过来到伫咱尼希米吼去起个城市时阵，几冬71年咯，嘛算70年啦。70年一个时代，70年一个时代。然后开始的时阵，就尼希米开始去到起个第二圣殿的所在。尼希米起个圣殿所在，伊安怎？伊个比例啊，伊甲毋讲，这个人才做安怎？伊甲讲吼，你下年你甲讲，这个人哦。遐个人受到大灾难啦，受到大荣辱啦，伊落产了城墙吼，拢受到毁败啦。那个习惯，咱的厝内底吼，咱即摆住公寓较无问题。咱住公寓，若较说迄个城墙，迄个当阻挡外地的人，会阻挡遐偷贼仔的人，敢若阻挡的时阵哦，你会无安全感呢？你会受到欺负呢？毋知当时咱要冲入去内面，甲你破坏圣殿，就是当时所罗门王圣殿去用抢去的时阵，去用抢啊！片甲无存，所有物件拢总无，连约柜嘛无伊。所以讲，尼米的时阵，伊伫遐，摕入个第一个时阵，咱会先来了解尼米什么人？尼米咱就看到，尼米是哈加利亚的囝，姓尼米记第一章第10节讲伊是哈加利亚的囝，安尼尔，啊无佮特别记载啊。啊！那哈加利亚是啥物人？伊甲咱讲，尼米记第一章第10日尾啊，甲咱讲一句话尔：我是王的纠正，我是王的纠正。啊，这纠正足趣味的吼，我来看遐这历史记的注解记载吼，因为特别调回内面，将尼米形容一个出小的官，啊，然后讲因为上帝恩典，互尼米变一个足大的官。总是你也去注意看迄历史的记载中，甲即个纠正吼，就敢若进总统府内面总统的机要秘书啦。官无大，总是足亲切的、足亲密的。这纠正的官可大可小，有总统的亲信，有可能是甲你派出去做部长，啊，有可能甲你派去做秘书尔。所以尼希米这个纠正这个官，你说他小吗？其实他不小呢。可以做这么强大国王身边拿酒的人，可能还要品酒呢，这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是，他会这么亲信。每次国王看到尼希米，就是嬉皮笑脸，啊，真欢喜的。我哋刚才常常人家问讲，蔡某某，你逐日看到安尼吹笑目笑哈？讲袂呢，我拢讲我外面做伙看，我无人咧看到拢吹笑目笑。有啥物通艰苦的？有上帝叫咱三角做伙，咱逐日嘛是拢吹笑目笑，会当着艰苦事袂？会啊，总是咱嘛是吹笑目笑。所以这纠正这项物的时阵吼，人家讲哦，会当去讲接触新旧历史记载，纠正尾啊做啥物？做财政大臣呢？将管王的这囡仔大印小印，你也要发表啥命令，爱经过伊转因仔。咱这台湾有一个人，总统发表命令爱转因来是啥物人？你难道无注意吼？迄个规定啊，行政院长要附属，所以你若去看总统吼，我有摕到总统吼14指定的迄个委任书吼，14指定的上官指定迄个委任书，都总统迄阵我是马英九时代啦吼，总统马英九啊，就变啊行政院长啥物啦？行政院长附属呢？所以迄阵你纠正的时候，你讲无大，伊嘛真大呢。所以你看伊纠正的时候，伊咧角色咱来思考一个问题：尼米因的爸母都互掠到亚述沙利，就掠到巴比伦啊！我想搞不好因来讲就去掠去巴比伦啊！伊出世伫对，出伫巴比伦呢？出世毋是伫耶路撒冷呢？伊出世就是甲宗教、甲咱、甲上帝信仰无关的，甲旧约信仰无关的，甲犹太律法无关的。伊出世当去掠去咧巴比伦所在，奇怪，伊心里想的拢是故乡遮的人啊！伊个孩子妹，伊捌接兄弟姊妹无？咱甲想看觅，所罗巴伯起圣年就是70年以后才起的。尼米对起圣年是几年？嘛是71年，嘛是等于70年，拢总140年。你想尼米敢140岁？无啊，所以尼米
听到这个人，其实拢无关系哦，伊拢总毋捌咯。就我搁捌恁在座每一个人，伊是拢总毋捌的人，伊是拢总毋捌这个人，伊笑脸着因呐。我这世人结过足侪间10几间教会内底吼，我真正伫上帝面前好胆讲，我拢足少年兄弟姊妹。有当时因若拄着甲我叫者，我心会痒痒，我好无对甲看一下，无对甲看一下，心拢会痒痒。咱的心不关系到这信仰的团结内底，咱每一个兄弟时阵，咱的学年米安怎？人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有人讲人在曹营心在汉。咱咧想着咱这兄弟，咱想着遐兄弟，年米伊的老爸，我感觉伊阿公就是一个真有信仰的人。伊阿公得个号做哈拉尼，哈拉尼是啥物？天后耶和华，号这个名的人表示信仰真好啊。啊，伊的老爸改号名叫做尼希米，对啥物？抚慰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安慰啊，耶和华的安慰啊。你免艰苦心，你用来这个所在，有一日上帝要你回归，会互你归回。你拢免艰苦心，上帝甲你安慰。所以可见哦，因的信仰哦是一代过一代拢真好呢。阿伯他们以撒雅各的上帝，伊老爸是哈拿尼尼米的上帝。一代过一代，上帝信仰传承是遮尔的重要。咱知讲，咱每一个人知影人生中最大避免的歹是啥物？淘汰。你讲毋是啦，10戒，前3条是上帝的戒，第4条是讲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嘛。那个毋通杀死人啊，毋通淘汰是第8戒啊，毋是遮重要的戒。总是咱感觉这条戒上重要。唔当太西人，不要杀人。你觉得不要杀人，就什么？就是偷走人家的心呐、偷走那个人的心。有可能你是为着报复，有可能你是为着一时的生气，有可能你是安尼无注意的。但太西人是圣经所无容允的，还是种偷摕呢？偷摕人家庭的幸福，偷摕人的一切。上少的、上简单的，讲白贼，嘛是偷摕人对你的信任呢。我伫咧常常咧呼吁大家，爱来做礼拜。圣灵讲软无上帝，第2到分去。你来看诗篇72节，遐个个可拉的护卫内面，对软无圣殿，强掠去到外班的所在。因敢若咧想讲较早，阮大圣灵敬拜，我都无圣殿，第2到分去，甲我讲你的上帝伫倒落啦。所以讲有4首诗，我的心切切希望溪水，我的心切切希望圣殿的所在。当做礼拜是多幸福的代志诶，能够做礼拜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诶。到我这阵来，我深深的体会到，能够做礼拜是多么美好。当做礼拜是遮尔的水诶，所以讲哦，人生最避免是偷摕，最大歹是偷摕人的性命。上小的歹是安怎？偷摕上帝时间呐。查经是咱的美娘啊，祈祷是咱的喘气啊。你会使无食饭无喘气袂？你讲你会使啊？总是你常常咧做即个无食饭无喘气的代志啊。你有当时无查经呢？那早时你拄着安尼看一集啊？有当时咱无祈祷呢？咱的祈祷是咧开药单。查经是咱的美娘呢。互咱身躯的灵命得到饱，祈祷是咱喘气，互咱喘气当好势。10几年前我大手术了后，其实有一段期间，到7度现场了后，其实我差不多倒车半个月的时间，那特别4点我都已经无气啊，无寐啊，我家己拢笑讲无寐，我就走去，因为我的办公室本身也有迄个寝室，我就走去啊，倒别人钟啊。呼气喘解起来，啊，佫起来，啊，佫一杯活灵安尼，大家都毋知一杯活灵，其实毋知我伫遐已经都喘足久诶。会当喘气，会当食饭，是偌好诶代志咧。咱人生中上水诶神是啥物？最大的美善的力量是什么？是爱呀、我们从你生命里面看到上帝疼，佮你疼这个心嘛，这个疼。毋是咱真自私疼我家己厝里内面的人，这个疼
是将上帝疼分享出去，分享的疼，它是真正的疼。所以咱上重要的时阵，听咱记一句话：一转身就是一辈子。今日当交给上帝，你可以，你若当交给上帝时阵，你无把握，有可能你一转身就是一辈子，就是永远哦。今日当引带你的兄弟姊妹，你这亲人朋友，招好这兄弟姊妹到上帝面前，迄上帝是恩赐互你的恩典呢。你若欠亏一转身，那就是一辈子。所以我们以前在大学时代经常讲一句话，叫做“把握当下”。你把握这阵当做讲是机会啦，你来把握看觅，这阵当做讲机会是偌水的。上重要是安怎？你会将心用一代传过到一代啊！我若爸老母互我的信用，我传到互我的后生；伊传互我，我传我的后生。我常常相信一样代志，因为我老爸老母因对上帝疼，上帝将这个疼伫我的心上，所以我会将这个疼把握掉。我会甲我的后生查某囝讲，上帝愿听恁。所以阮去想尽办法，要拐阮遐去两只高山来到教会所在。是安怎？上帝疼是一代传一代啊！去考啷嘛是阮的孙啊！咱有看到一样事，顶礼拜，咱有一个长老上节。差不多30-40年前，我咧修改法规的时阵，我一直将这个封立加按立，是毋是要改做按立？因为照圣经所记载是按立才做长老，啊尾也嘛是改做封立。啊，做封立是安怎？因为咱封立，但是咱定义咱甲写较清楚，封立就是按立，初任的牧师甲初任的长老，拢爱受到封立，按立伊做长老，按立伊做牧师，啊一遍尔，啊个就无。所以咱毋能够长老讲，要长老讲啊，我退任嘛，甲我拢无关系啊。长老无退休的，敢若现任甲退任的尔。你毋得讲我做长老我退休啊，隔壁长老讲，可惜长老讲我退休啊，甲我无关系。长老无退休的，连牧师无退休啊。牧师就是一世人的牧师，一世人的长老。啊，怎安尼我回去免做，回去嘛是一世人上帝的建议路，你敢无要承认？咱来承认，咱伫上帝面前拢是上帝所恩赐，咱有看到咱的一任咱的长老。有上任咱的职事，咱有新的职事来直接上任。咱有开始上任，咱才会单简单有一个营务长老。咱的法规迄阵规定，大家都讨论要15档啦、30档，尾啊两个折中超20档。20档直接教会做长老了，咱互伊一个方面名誉长老。名誉长老其实伫教会无分大细啦，最主名誉长老是希望当邀请伊来参加咱的小会，斗做决策。所以伫遐咱咧，伫遮时有足个同工诶，咱诶长老，咱这同工拢伫遮受到，伫遐伫同工内底，咱顶礼拜拢有伫遮看到，迄场面是真水呢。特别啊，中级咧上任，同工咧上任时，对我来讲心里足激动诶。40当前，约到差不多40当前，我伫新营教会前面做技术；约到30当前，我伫大公教会前面做长老。较无甲20当前，我伫兼职教会无牧师的教会伫遐牧会。啊，我真算算诶，我行过教会吼10几档啊，我足欣赏基安长老。所以1983年，我甲基安长老做伙来到中央教会迄阵，陈进学长老，加迄个地长老、老地长老，加老陈长老，因伫即个教会问伫遐。我伫遮3-9号西，中金城牧师迄阵伫遮，无偌久阮来离开。基安长老留落来，所以今仔当做名誉长老，我今仔是做会友，拢小共咧侍奉上帝。侍奉是真水，你讲安尼，我都选举都选无掉，我无选长老，你上帝，安尼我敢袂使？你先跟你讲一句话，你甲咱讲，贴解书最后一个圣地马拉基书的时阵，圣地甲咱讲，伫我教的日子，上帝来的日子，你要安怎？要分别好人甲歹人，搁一项，哦，上帝讲一句话伤严重啊啦！要分别有侍奉的人，甲无侍奉的人啊！哎呦，我无侍奉呢，啥叫做侍奉？侍奉伫上帝面前，替上帝做工，用罗卜的身份呐。你有敲一个电话互你的兄弟无？你有替你的兄弟祈祷无？你在教会中间，你有亲自甲这兄弟送甲招好无？今日阮八日会当做个同事，咱干兄弟真延续哦。你爸爸有学问的，即个名无简单的。阮到遮，阮免研究足久，再研究迄个言字字出来。感谢主。
你们来上帝的面前都是得蒙上帝的恩典的，多美好的一件事情！迄就是侍奉啦，毋是讲做当来当侍奉啦，来弹琴那是侍奉啦，来敬拜赞美那是侍奉啦，来唱圣歌那是侍奉。当唱圣歌对我嘛是鼓舞大家来啦，下到以外吼，剩我鼓舞大家来。总是咱每一个行事，晓得上帝事，这就是一种侍奉啊。我迄阵咧侍奉时，我袂感觉讲侍奉足困难的，因为我囡仔拢甲放的啊。我拜九拜七拢伫教会中间啊，1、2点才对啊。我若下班就是去到教会1秒才对，真趣味啊！新人教会嘛是安尼，大公教会嘛是安尼，哦，遐会议拢整啊足紧。我去过教会，会议拢整啊足紧的，感谢主。然后我最后一遍去七岛教会时阵，教因献堂，教因遍幕了，我来离开，我嘛足欢喜的。总是，即阵有当时对我来讲，准备道理加礼拜较比足困难的呢。阮下早甲阮遮细只高山啊，一直讲我不能去教会，我不能去教会，我不能去教会。嚯！以前足爱来教会呢，阮大只高山啊嘛是，前拢定定讲我不能去教会，我不能去教会。这洗脑的功夫实在是洗了足有够的，总是不要紧啊，那就跟着阿公走，反正他喜欢阿公就跟着阿公走，还不是到教会来。还不如现在去上主日学，可能你讲你甲骗的，我无甲骗哈。我骗魔鬼不要紧，我无骗上帝就好啊。应该搞。这侍奉哦，要说惊死啊！恁侍奉啊，每一个人，等下快去美国了。可公兄有带那个幸福小组的这些东西，他有带很多东西给我们。这就一种侍奉。侍奉无咧分别讲你的即位偌大细，伫咱教会中间无分大甲细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即位。上帝咱无共款的即位，咱互相来尊重。所以讲，上帝甲咱讲用什么心来侍奉呢？用喜悦的心呐、咱若奉选择丢咧，就是有两款心理，一种讲啊，感谢主，我会当侍奉上帝；一种讲感谢主，我会当侍奉上帝。上帝我都无这个能力咧，啊，咁好。我做丢了，敢若无啥成；我做技术无啥成。啊，我问你，啊，啥物叫做有成？我常常要问这样事咧，有人甲我讲，做丢了啊，伊甲我算做丢了啊，我讲成。我讲你知丢了成做安怎？你也看到某几人我看起来像丢了，我讲你坦白讲，伊看起来像看你世人。丢了其实有啥物叫做成？你咧侍奉就成啊，你无侍奉就无成啊啦。所以讲，咱每一个人照上帝所欢喜的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，阿门。必须侍奉啊！每一个在座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侍奉上帝。咱每一个人第二项来感同身受。咱教会毋是一个稳定的宗教成功的神学。咱常常甲讲，你来信上帝，互你无灾无难到公卿啊！你也有拜有保庇，只要你来做礼拜，世人一帆风顺。咱教会无咧鼓舞一帆风顺啊！一帆风顺是伫庙林斗有哈，你去点国民党斗有诶，啊点了吼出来就去调车好嘛有诶。咱诶教会互咱是安怎？若是欢喜诶宗教，惊欢喜人撒较欢喜，咱袂记着后壁佫一句话，迄句话是啥物？叫爱看人撒较悲伤啊！咱教毋是干那宣传讲成功诶宗教，恁若来教会一切拢顺利，万事顺利，做大官发大财。安尼我倒咧拜就好啊，拜嘛无一定有。总是咱教育互人讲，你诶心中迄个平安吼，毋是喙哈。来，咱每一个礼拜拢有啊，甲准备去讲平安。你甲出对你诶心，出对你诶心好无？平安哦，祝福诶平安呢。迄个平安是祝福诶平安呢，毋是甲喙讲平安哦，平安哦，平安哦。弟姐妹平安哦。对心要我的祝福，平安哦，做无平安哦，平安，心底平安呢。咱用心来听咱的兄弟姊妹，来听咱兄弟，所以伊听到的时阵，伊就感同身受。你话利未做啥工过，听到因遐族人啊，遐拢无熟悉的人哦，只有因敬拜上帝，是伊的族人耶路撒冷遐人，伊听到耶路撒冷城市违背耶路撒冷破坏，伊做过坟墓许多破坏，伊做啥物工过？听个叫话。坐下哭泣，悲伤几日。伊听到是安怎？这个就艰苦心上帝来安尼。这圣经毋是写假做表面的，吼，
去到人丧假时阵，咱忧头苦面啊出来就讲，佮死了，佮开嘛开我，安尼说一下去啊。咱起伤甲悲哀啊！咱讲我去到上帝遐应该欢喜，是应该欢喜，总是家乡的悲哀呗。家属当然会悲哀无，所以咱得安慰这家属啊。跟三个做伙啊！啊，你免多讲大篇道理哈。我感觉安慰人上好是安怎呢？像英国女王去安慰一个伊囝当中珍惜的人，坐咧做一样代志，手甲牵咧40分钟，迄个非常得真大安慰出来安尼，满头笑容。人家问讲，啊，女王甲你讲啥物话？讲女王都手甲我牵咧，啊，过来咧，无啊，伊叫我三个大流目屎40分钟。我甲讲，你莫哭啊，我袂遐甲高兴啊，你莫哭。咱有当时去病院探望时，拢想尽办法，爱受过训练、受操练。咱要去病院探望病人，咱要讲啥物话？莫讲遐济话会使袂？阮后生坐车记到10米摆，你毋知听我讲几遍啊？伊常常甲讲爸爸叫伊莫来啊，来我对头讲一遍，再搁记到一遍哦。你会使手甲牵呢，就着叫你三个做伙。这真正安慰是出对伫心啦，毋出对伫喙啦。咱大拢感觉我喙爱讲种牛的，所以咱一直在讲安怎？所以咱传的信息啊，并毋是干那喙内平安，上条啥？心内平安呐。稳定有患难呐，稳定嘛有悲哀啊，稳定有欢喜，稳定嘛有悲哀。稳定伫欢喜人心就得到稳定，稳定伫患难中，咱咪看到稳定啦。咱看主耶稣基督，伊是得到真欢喜的笑。上帝降临伫世间，为着咱每一个人，伊无熟悉的人哦。我讲是创造的人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伊跟咱无接触嘛。伊为着咱每一个人来牺牲伊的性命呢，无代价呢。啊，这听遮尔大，啊，结果咱若看到上帝嘛是讲无要无紧，这是真正的听。所以讲，不如时代一直甲咱反复啊。不论上悬的，不论上低，不论上深的，不论上浅的，不论是有权威的，不论是无权威，不论是掌权，不论是任何的所在，上条迄句话是安尼，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不管你坐偌悬的位，不管你是偌卑微，不管你偌趁钱，不管你厝经济偌歹，不管你任何的环境，上重要是安怎？你有当着大病。啊！你身躯非常健康，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，都不能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，因为这个爱是在哪里？是主耶稣基督的。这是基督替人牺牲的生命，这种爱，那我们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所以，那有当时感觉讲，咱看到台湾真济，咁多人来听心。这些书不管是罗威夫的、延边的孙叔叔，嗲的好消息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。不管这些人所做每一样事，上重要是安怎？咱的感动是一时刻尔。我真受到感动，我真主爱听，我真较热心。感动是一世人的，一世人感动，确实真正感动。最后一项，先祈祷，再行动。现在关系我都无要讲真久，祈祷重要无？当然祈祷，咱常常学习。咱来讲尼米，其实上重要，大拢讲尼米的祈祷。所以尼米祈祷中间，咱有用家己读一则圣经的中间，咱发觉一样事。尼米祈祷以前先安怎？祈祷大声是啥物？先认罪啊！然后甲上帝讲：我甲我老爸家，我的族人啊，我拢得罪着你，承认家己的罪啊！有阵时我要为着这种代志时阵，甲一个兄弟咧讨论，伊讲：蔡某某啊，你常常甲我讲咱来认罪，我感觉我今日都无犯着啥物罪啊！我着透早爬起来。我饭食咧，我去坐捷运，去上班。上班我甲同事嘛，逐个拢讲有笑足好个，食中昼饭了，休困一下，我着去上班。上班了我倒来，我甲看一个电视尔，我去困，我拢无犯罪啦。我笑笑讲，你食饭祈祷无？哎哟，其他敢若小可袂记，食胖尔，敢会祈祷？你个数目师毋是讲的50块以上到祈祷，50块以后免祈祷。祈祷有价码呢？是人伊规。男性的牧师讲出来，男性以前家己学生会电视节嘛，讲咱去食宵夜嘛吼，顶礼拜牧师嘛有来讲这事啊，咱食宵夜，食宵夜敢会祈祷？你牧师食宵夜祈祷无？你牧师食宵夜敢会祈祷？我不敢
是你摕咧祈祷啊！祈祷甲你喘气啊！你会讲我食烧安尼气，嘛才喘一个。不管是祈祷本来就是叫你三甲做伙，你足自然，所以你要足自然，你祈祷你行到讲上帝，我来解决因。啊，我伫这个中间会当做好诶见证。咱你伫这个时阵，叫人抢位呢？啊，个叫做正义达人，迄位是安尼哦，我送你家多叫人坐两个多冤家，安尼叫做好诶见证哦。我足正义诶，咱每一个人爱先祈祷。你会发现你要祈祷，一直上帝面前先祈祷啊！我要开始去行动啊！我要去来求迄个好达些使用啊！啊，上帝，你先帮助我，我甲你毋对啦！你讲我惊我诶老爸拢得罪你啊！所以咱会去遮相思。祈祷是将机会互家己哈，请人记会牢。咱是毋是为上帝咧祈祷，请人记互牢。咱是为着家己咧祈祷。上帝有甲咱批判礼物，上帝批判你礼物。批判伫咧讲啊，上帝足糟蹋人诶！啊，你批判你咪都摕互我就好啊，他就互我搁家己祈祷。上帝要看你诶心，上帝看人是像人看人，上帝看人诶内心。上帝准备这个礼物，然后你有祈祷无？你就逼出来祈祷，上帝将这个礼物摕互你。所以，咱诶祈祷是要改变咱家己诶。改变咱骄傲的心，咱变谦卑的心呢？咱的祈祷毋是要祈祷我上帝，你互我成就什么代志？祈祷是上帝本来就有备，伊要成就这个代志。上帝，我心准备好啊，我要来摕。我希望中日到会得到大复兴，对吧？大家祈祷嘛。我中日到会得到大复兴，阿妹你到咧祈祷，对心来祈祷。上帝会互咱到大复兴，尤其后半年多，我意识足清楚。总是咱欠啥物？像我哪有迄个心祈祷，然后行动无？我真正咱心来祈祷无？咱为着到尾大复兴，咱用咱的心度到祈祷，所以祈祷以前是咱一直认罪，一直要认罪，一直要认罪，认罪，互咱做一样代志，会当袂阁受到仇敌的辖制啦，袂阁对顶袂当阁甲咱管辖啦。所以是人甲咱讲，我若无祈祷的时阵，都好骨头高大，啥物都毋对，敢若热天人会撞到啥物灾害，撞到迄个干旱。咱祈祷的时阵会当甲上帝结连做伙，因为上帝是葡萄树，咱是枝啊。咱祈祷当甲上帝结连做伙，啊，无迄个枝得要断啊，无连做伙，咱去祈祷甲上帝连互做伙，互上帝甲咱三角同在。一个囡仔叫做钟，伊是用领养的，而且叫伊自家领养的。领养了后，这个囡仔吼，我呾你也知迄个密苏里州吼，若到冬天的时阵，拢是结冰啊！啊，你也知囡仔吼，足爱到冰顶悬啊滑雪，倒啊佚佗啊，因为冰吼会足高的嘛。其实冰有当时是一个足好滑雪的所在啊，总是因妈妈常常讲。就是讲，种你爱细字啦，迄个所在冰有当时会出宝的嘛，你也无注意，噗的塌落。我买啦，我拢有咧看，我拢用吹啊先去动哦，这冰定，啊，就倒佚佗。有时你佚佗啊，煞袂去一个所在冰哦，较薄，噗啊，撞起烧。冰湖呢？迄水先做安怎？迄零下几度呢？光啊！用着迄囡仔惊啊！去甲爸母讲，去救护人员来哦，穿足大个装备落去溪底甲救起来。规身躯规拢冰诶，送去到病院，一直去救。救一半医生讲无效啊啦，这无效啊啦。这头有可能的，哇啦，规身躯拢冰的啦，无效啊！就伊是听到消息撞来，到我遐个机会听到消息撞来，因老母就伊是摸着这救助啊摸咧，规身躯咧叽叽大声叫咱上帝啊，救我后生啦！我做了毋对去，我无甲好教死伊，互伊去咧冰所在佚佗。上帝，我得罪着你，上帝赦免我上。祈祷出大声的啦！到尾姊妹伫目口听到了，这个目屎人本身祈祷，较底下医生护士我听到，大家拢围伫迄个高病房，大目口一大声叫做上帝啊，拯救钟哦，上帝啊，拯救伊啊，上帝！我拢做了毋对你了，我做了无够，医生讲我急救了无好势，护士讲我做了较袂无好，大家拢多认罪，大家拢多祈祷，你祈祷几点钟以后哦。看这种的身躯哦，
偷偷烧起来啦。就师讲，烧讲烧呢？开始讲，我讲，师讲啊，将个身躯烧，有咧烧呢，伊身躯烧起来，伊身最重伊，我说开始咧心脉吼，烧到你天堂，开始叫来叫去，因随将所有的拢叫去，然后妈妈又冒伫遐祈祷，我又带拢跪倒来，上帝啊，救阮，听阮这边的祈祷，有起来无？有，佮拍出电影《Breakthrough》突破，这部电影是2019年伫美国上映，台湾无哈，台湾无上映。特别有上一个福音电影，这是真人真实的故事。那我才看到医生得那个医治特会，那我才感觉讲这敢是真的？有诶真诶，有诶假。总是上帝本来有备办，上帝看你诶信心，上帝备办拯救你。你诶信心若有够时阵，上帝拯救啊！你伫遐，大家伫遐担心，伫遐祈祷，去教会事甲难咧，等于咱一块冰呢。迄个咱迄个冰融化变做烧的，祈祷有效无？祈祷当然有效无？第二样，祈祷了爱行动。所以你看利米的时阵，伊不拢是伫国面前拢是欢头喜面，总迄只是忧头苦面啊，愁容满面。讲对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敢要艰苦，你才愁容满面？我无啦，我都听到吼，讲阮的故乡吼，阮先祖坟墓拢去用海去，社区拢卖去，我的故乡安尼已经去用糟蹋到足无好，讲无你要安怎啦？迄个咱吼，讲无你著互我输足侪钱啊，派人紧去甲我收啥钱？伊无，伊做啥物工课？佮祈祷啦。伊讲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，伊先祈祷后，先敬遮祈祷后，你若讲甲问代志时阵，伊毋是做回答无？伊要回答你一言啊，伊佮祈祷，上帝赏赐我智慧，我知我要怎讲。然后咱看到以后的工课，咱以后老师咱咧讲。后半段时间啦，利米开始讲互材料，讲互金子，讲互扫帚，讲互带人去重建。52日内底，就将以色列城修理好势。所以咱会知影，祈祷咱才做讲，毋是互家己机会，祈祷是互家己的机会啦。咱咧去这样事咧，祈祷毋是替上帝咧祈祷，毋是求上帝咧做啥物。咱讲祈求家己改变家己啦。祈祷是要改变家己啦，佫上重要。伏尔泰讲一句话，法国的哲学家，伊对天主教足大的批评。伊讲天主教干那拢是教条化，咱上重要是安怎？祈祷敢若人生要有行动啦。咱像火吼，对顶元烧，石头甲起起了怎？对下骹落，人若无行动，咱的人生是无存在。你听这个足趣味的吼，人若无咧行动吼，你活咧要创爱？你若无要侍奉上帝，你活咧要创爱？这句话嘛是要提醒咱大家每一个人，咱啥先祈祷，后必有行动，你会当看到迄个果效。这个果效是安怎？互咱大家上帝相拄啦。今仔日咱冷静落来，咱受这样事，你今天来做礼拜，你今天来做礼拜，有没有跟上帝相遇？你今天做礼拜，你有没有遇到上帝？你在做礼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说，每天渴望跟上帝在爱中相遇？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，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，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，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。你天人常作父子，以情的心单单侍奉你，你旨意真权在我的生命里，就是灵更新掌管我一生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，一起来，再一次相扶在你大能中。
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朋友，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。每一天，一天的心单单侍奉你，尽心的好人范。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，就是灵更新，这掌管我一生。请咱做伙起来，来，好不好？做伙来，今日的经。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。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，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。再次来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，再一次降服在你大人荣耀里。唯有你是我的良人朋友，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。再大声来，将我全然献上当作活祭，一千计细心单单侍奉你。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。圣灵，求你圣权掌管我们的一生，让我们在爱中相遇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存在爱里，学习尼西米的爱，爱人，爱上帝，爱神，爱上帝，爱我们的每一位兄弟姐妹。我们在外面还有很多未得之民，我们在外面还有很多迷失的羊群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服侍的力量，求给你们单单侍奉你，让我们的心完全向着你。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就是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起立来应奉献诗。请咱三甲来吟诗，
因诗397首，因诗后请蔡长老来接导，林牧师来接导。歹势吼，咱伊时后吼，请连牧师来接导。主愿的上帝，愿意纪念你中兴教会，而且组织你的囝儿三甲的敬拜，用你关联圣手大大扶持保守俺每一位兄弟姊妹，用你的圣神做阮的保卫师，做阮大家的帮助，互阮行伫你欢喜旨意的中间，代代得到你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听从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三个伫地，对一碟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后主里有成功者吼，请准备先。我来看消息报告的部分吼。我重点来读吼。来看第3点吼。本日要颁发终身奖学金吼，咱大专组的吼有叶成伟、蔡思达吼，高中组的有许悦，国中组的有许耀，国小组的有赖佑任、洪雨桐加严思恩吼。那即马先请国小组的先来吼，来头前，赖佑任雨桐加思恩吼。咱国小组的吼，要请咱的长老娘吼来，丽霞姐来替我颁发吼。过来是国中的国中甲高中许悦、许耀吼，咱要讲了，妈妈代表，有来自，哈哈哈。那大专组的有在现场吗？那边我们，OK，
谢谢。需要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哈，第四点哈，我们本日哈，今天等一下下午哈，有副团契有举办半日游，啊，若是有要参加的兄弟哦，请伫1点的时阵吼，伫教会来集合。第5点吼，今日要举行1、2月庆生会吼，啊，请1、2月寿星吼会使徛起来吼，啊，咱替伊祝福，啊，小弟嘛要请蔡长老来替因祝寿星来祝祷。那请1、2月的，而且我接受那个牧师的祝福是很大的，牧师先你心里准备，好，等一下那个生日完之后，请牧师来帮我们好，来，请1、2月的寿星哈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们的新朋友也是哈，简先生好像也是1、2月的寿星哦。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咱三个同心来感谢。安尼今仔有几位？歹势，10、2、4、6个好，咱来感谢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真欢喜伫1、2月生日，愿有6位兄弟姊妹，愿同心要来感谢。主你的神看顾保守因，用你恩典的油来抹因，互因逐人所行的路是行伫你恩典欢喜旨意的路，是有温柔满满点伫因逐人头壳的顶面，是主你甲因抹油记好。主啊，因是你所疼的囝儿，是你所纪念的。愿你的平安甲欢喜充满伫因一世人，这6位兄弟姊妹。生命的中间陪伴，甲因三个同行，互因经历你的同在，互因经历你的欢喜，互因经历你的平安，互因的心更加加添踮伫你内面，深深体会主你扶持保守，牵因的手来行头前的路障，互因所行过的路径芳华满满。主啊，愿伫遮也伫安尼用因。生日的月份，献上阮的感谢，也献上阮的祈祷，主你听因，到伫永永远远，愿也家己因的家庭三甲伫地，愿献上一切感谢、乐乐、荣光归伫上帝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尊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祝您生日快乐哈！好。卡片是，OK， 好啊。如
若是有咧味，较话会较补上。哎呦，这么刚好。啊，那好。啊，今日礼拜吼有小组的分享哦。啊，今日小组的分享的进度吼是书记第6章30到12章哦。啊，下骹的公道的事项吼，嘛是你小组的时阵来带导。啊，即马请叶长老吼先替咱来导读哦。喂，起来呀，这平安。咱顶摆是读到迄个出埃及记啦，出埃及记的是咱知影吼，到上尾啊吼，出埃及记的最后啦，最后一章的是讲迄个出埃及记安怎记载？记载讲吼，银柱升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幕，他们就出发了；银柱降下来，他就停止，他们就停。就是讲，上帝讲行，你就行；上帝讲你停落来，你就爱停落来啦。吼。啊，内底伫出来记记，咱嘛知影讲，伊伫遐上帝伫迄个西奈山咧颁布迄个十诫遐诫命的时候，伊讲上帝叫摩西，伊甲摩西讲啦，讲我含你讲话啦，啊，互以色列人知影来相信你啦，啊嘛相信讲有即个永活的上帝啦。啊，这是安尼吼，啊，过来到士师，过来咱知影，过来约书亚嘛，约书亚了士师的时候，迄差不多西元前大概1000多年了吼，大概1400多年，差不多伫对呢？伫咱迄个中国吼，来伫中国来讲，伫商朝甲西周的时啦，周朝啊，商周吼，商朝甲周朝的时间拄啊士师记的时间。啊，他拄啊咧讲的迄个，最近咧讲的迄个尼米吼，尼米差不多伫西元前超过600年嘛，所以这个中间啊，士师拢总偌久的时间，这个使徒行传内底有记载啦。讲迄个士师的时间差不多450年啦，啊实在吼差不多300几年啦，超300几年。啊，咱知影伫士师记拄开始的时，伊就讲啦，讲伫旧的一代吼，讲旧的因遐出埃及的时做伙入即个迦南地遐的人吼，过往以后，旧的一代有看见神迹奇事，看到讲吼安怎迄个即个过红海，安怎和阿玛力人相见，哦安怎经过。上帝安怎带因？啊有玛纳甲烟吞，互因食40年。以后了，讲遐个人过往以后咧，新的一代讲煞袂记得上帝。安尼超过几年咧？无100年咧，无100年遐个人袂记得上帝，啊袂记得上帝了，伊就拜遐个偶像。拜遐个偶像的时，啊咱知影，士师记拢一个，因拜偶像了，上帝管教，啊管教了，呼求神了安怎？上帝佫怜悯伊，啊，拄啊循环啦，安尼循环7摆啦。啊，士师拢总有几个咧？有讲12个，有讲13个，每一个支派拢有啦。啊，佫有一个迄个地波啦吼，佫有一个查某的士师啦。吼，啊，咱知影士师内底毋是拢总是迄个名门望族，毋是啦。内底有几个是啥物呢？基督的囝啦，有几个基督的囝，叫人赶出去了啊，因为需要伊上帝的灵降临伫伊顶悬。吼，啊，互伊来带以色列人和因相见，啊，将遐人赶出去，安尼，啊，内底安尼经过几百冬以后咧，即个较到撒母耳的时是上尾的一个士师，撒母耳了就扫罗做国王啊吼，所以伫士师上尾啊记载我啦讲，因为以色列没有王啦，哦，以色列没有王，所以要求要有一个王。啊！伫即个士师的拄开始的时咧，讲以色列人哦，新的一代忘记了神。啊，咱知影这是安怎？是像咱今仔日诗班所唱的啦吼，伊是祝福的上帝。所以咱毋是讲伫一直要祝福，也是讲安怎？上主要就是讲，当伊拄着困难的时，呼求神，神就会带领我们，哦，带领我们。啊，这是伫士师记一再。啊，咱知影遐士师记含以色列人咧修建的有倒位的人，咱来看即马就知影。咱即马吼，迄个加萨走人遐无？即马迄个
巴勒斯坦甲迄个以色列战争，迄个加沙走廊，迄已经3000几年来拢是安尼啦，3000几年，因为迄是非利士人的所在，到即摆还阁巴勒斯坦还阁占伫遐。啊，所以史书内底有讲，上帝有讲一句话，讲上帝讲恁都爱将这人赶出去啦。啊，因无将因遐赶出去，所以上帝甲因讲啦，讲这个人吼会成为你们落下的荆棘啊！哦，遐会刺啦，逐工甲你插伫遐啦，啊，拢总到即嘛还未解决。哦，上帝讲我不要把他们赶出去了，要让你们学习战事，而且让你们知道吼。有神啊，让你们知道有神，哦，因为神要考验你们，安尼几年呢？要甲4千当，到即摆要过咧考验，啊，但是咱会当知影，伫迄个以赛亚书一直讲强调的，就是讲以色列是我的见证人，所以你看讲有上帝无上帝，看以色列人就知影，哦，有上帝无上帝，看以色列人就知啦，吼，啊，这是我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四书记，哈，以上，谢谢。咱每到闭会，哦，请信歌队来唱祝会歌，啊，嘛请。请大家来行平安礼，哦，请向头前后壁的厝边的兄弟姊妹来请安。啊，要为着演修哈，欢迎演修来到我们教会哈。啊，各位啊，谢谢连牧师啊，谢谢今天的帮我们的助导。那这个好，谢谢。月。